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首先来谈的今仔是礼拜八经的圣诗。首先来看圣诗第51首，圣哉圣哉圣哉。这首诗歌是大家诚熟的一条诗歌啦吼。咱来吟第一节，咱来吟一摆第一节。 所在就好，就是第一谱表跟第三谱表，它最后一个小节哈。第一谱表是我们请诗琴弹一下。好，到这边它的音是往下的哈，出在这样子。然后第三谱表不太一样。 音是一样的，好，我们再来唱一次啊，不要搞错了哈。第一谱表跟第三谱表唱起来很像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在第一节再来唱一次，来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做一朵主菜，那个最小气。 395首。395首它有一些破音字吼，咱先歌词来读一摆。救主耶稣疼细囝，欢喜甲因三同行，定能欢呼正使徒。 无得敬因就群医，第四节，细囝心内爱耶稣，这个是爱吼。拄则头一节是疼细囝，耶稣疼细囝。第四节是细囝心内爱耶稣。好，过来，耶稣自心高就好，定能细囝献互，紧将细囝献互主，以要欢喜赐福气。 当咱大家着谦卑，天真烂漫那消息，这个是读消息，消息毋是小时，嘛毋是细时，是消息。吼，当咱大家着谦卑，天真烂漫那消息，要注意吼。 才通欢喜入天国，甲主徛起永无离。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来。 像咱平凡心来礼拜，将手机关静音或关机。
主的仁慈伫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息家己扩大，所以目的为着明日赶日，因为迄个明日伊要家己赶路，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赢。信息第51首，信哉信哉信哉，信息51首，信哉信哉信哉，请会众起来吟。信哉信哉信哉，全民多主宰，难有最下的光，我落主耀华。信哉信哉信哉，天地越大海，我落兄弟齐存几关几关。信哉信哉信哉，我心中明白，没有感恩太阳，我念的不着情，千千万万贫困，没有了贫困，插下感下应万兄弟共恩。信哉信哉信哉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国家恩师，我落兄弟主平。信哉信哉信哉，春雨高万世代，阿罗萨美心多以主宰。这是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信神投胎，对在昔日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由来受苦，顶日17日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今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咱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，咱启应文24篇，伫咧信息的37页，启应文24篇，是为诗篇119篇出来。我来启咱会众来用。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即号人有福气。少年人就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？是照你的话来说的行。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袂落离开你的界面。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。求你照你的话，互我勇健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。将你的律法允许我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，无看有假。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。你的话将我救我，
我伫患难中又对这得到安慰，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道理，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啊！我疼惜你律法到怎样啊？我通你真想，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，你的话一开听就发出光。我茫通达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，你的律法是真实。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当世间人拢咧超找永远的福气、久长的喜乐、出人意外平安的时，感谢主，你已经拣选阮。信靠主耶稣真正甜蜜，群底主的人真幸福。有主踮伫我心内，我无惊吓。恁着试看，着知耶和华是好，是美善，是有仰望的。我靠伊就有福气。主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伫台北的时甲阮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有我无别的福气。你嘛会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。伫这几年疫情的日子，阮身躯甲心神拢陷落一段无平安、受限制、惊吓的情境中。世界甲大海局势的不安，地球气象的变换，地动意外的发生，拢毋是人会当掌握的。深深体会到人的渺小甲有限。上帝是掌管一切主宰，耶稣才是人类的盼望。感谢上帝，你将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，互见若信伊的人，无搁再沉沦得到永活。因为主会拯救甲无限的疼，愿无搁互罪来管辖，心受捆绑，人来忧伤。咱拢要因为有主的真理，得到透放甲自由。主求你帮助阮，每一天若明捌你，若亲近你，若来跟缀你。阮知影伫阮内面比世界较大，阮所倚靠上帝是大过所有困难的上帝。阮所信的主是超自然的大气力，是要赢过周围的环境。主，你的恩典教也阮用。你讲，你绝对袂互阮行的一步是过头伫阮气力的路，因为你是有仁慈、恩典佮怜悯的上帝。这时恳求信心充满伫阮今日礼拜，你的话照光阮，带领阮进入得胜佮丰盛的活命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学了。圣歌对今仔日要吟的诗是：和散那归伫台北的后。
圣经，咱今仔日共读马太福音18章第1节甲第5节。马太福音18章第1节甲第5节，伫咱周报后面，咱三角来读。当迄时，学生就问耶稣讲：伫天国，什么人最大？耶稣就叫一个细汉囡仔，互伊徛伫因中间，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活转来，诚做亲像细汉囡仔，决定袂入天国。所以囡仔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细汉囡仔的，伊伫天国就是最大。囡仔伫我的名接纳即细汉囡仔的一个，就是接纳我。圣经读到遮，讲到咱请义结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谦卑，亲像细汉囡仔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2000多年前，你因为爸的旨意，行往耶路撒冷，为阮众人钉伫十字架顶，流血、受阮的罪过。愿今仔日上帝你家己的话，搁一遍来提醒阮众兄弟姊妹，互阮搁较勇敢来跟对主你的脚步，迈阮家己的十字架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今日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的一段经文，天国上大的人。而马可甲路加这两本福音书嘛有同款的记载。门徒跟在耶稣的身躯边有几啊年的时间，而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因接受耶稣的教导、差遣。嘛看耶稣行侪侪的生涯奇事，医病赶鬼，互5块饼、2尾鱼，互5000人食饱，甚至互死人搁活的奇事。虽然受这个侪的教导，门徒犹原无法度了解耶稣过去对因所讲、所教导的事。就是耶稣带门徒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门徒彼此之间的竞争哪来哪明显，哪来哪严重。伫这个路上，门徒彼此咧争论，谁较大，谁是较细。伫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书18章进前，有记载耶稣伫路上有2遍。门徒有言，伊乃世间的任务，伊爱受害，然后伊会搁活的代志。第一遍讲的时阵，门徒的班长头彼得责备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千万唔通死哦！”第二遍耶稣搁讲的时，门徒真忧闷，唔知影如何是好。门徒内心想的是，跟对耶稣通得到荣耀，但因无法度了解耶稣来世间的使命。得荣耀进前，爱先经过苦难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讲：当迄时，学生就问耶稣讲：伫天国，什么人上大？门徒一群人跟着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门徒唔知影老师耶稣这时内心的艰苦，心情是怎样的震动。为了要完成天父上帝交托的事，耶稣渐渐行往十字架顶。耶稣爱啉迄个苦杯，到时门徒嘛同款爱啉。但是这时的门徒所关心在意的天国，其实甲耶稣是无同款的。门徒关心的是因
现在伫地上的地位甲权力。咱阁详细来读一遍第一节。第一节安尼讲，当迄时，耶稣学生就跟耶稣讲：伫天国，什么人上大？这个门徒的口气，好亲像你问耶稣。耶稣你讲，到底阮门徒之间谁是带头的？什么人是上大的？人对于始祖阿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人的内心自然而然会产生各项的无望。当门徒问伫天国什么人上大？这个问的意思就是你比较大较细，比较悬较低，比较多较少。无管伫家庭、事业、知识、工作、财务，甚至人际关系，各项方面，咱人总是有赢过人的无望啊。期待得到多，搁较多的物件，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的。目前的咱，是毋是常常来受这物件的无望来控制咱？咱内心是毋是也时常咧问耶稣：伫天国，什么人是上大的？经文第20到第30，耶稣就叫一个细汉囡仔，好徛伫因的中间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活转来，诚做亲像细汉囡仔，我断袂入天国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耶稣用非常生气、非常严肃的口气对门徒讲：想要进入天国，恁有2项代志爱注意。第一个，就是爱活转、回头。门徒对天国有真大错误的认识，安尼错误的认识，互因离这个目标、天国的目标来路愈来愈远。有这款错误情形产生，是因为罪进入因的心。门徒想要挖苦家己的牛、能力来追求属于伊的天国。这嘛同款，你提醒咱，当咱的信仰受欲望引诱产生偏差的时，是会离真理渐渐哪来哪远啊！路行唔对，车开唔对路的时阵，爱怎样？爱回头啊！但是爱回头，爱有发觉，你爱有发觉，知影你路开唔对，车开唔对，你爱发觉，你知影你行唔对路啊！如今咱的教会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，对侍奉、对奉献、对宣教，嘛有真多错误的观念，渐渐出现伫咱的教会内。咱一代影响一代，这个错误信仰的观念、离主的真理教导哪来哪远？伫到真侪教会内有侪纷争的产生，兄弟姊妹无法度彼此相听，甚至牧者甲羊的方向无同款。以咱台北中会有99间的教会，目前竟然有16间的教会无有牧者。这款的情形已经几啊年啊！这对咱信仰团体是非常大信仰危机的提醒啊！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认为，当咱人食了分别好较歹的果子了后，咱就是选择要甲上帝同款。人外靠本身来生活，人创造咱家己的性命，人是家己的创造者，人无阁需要上帝这个创造者。
既然咱人家己创造咱家己的生命，咱人就成做咱家己的创造者。人选择要成做上帝，行偏差迄条路。活转、悔改、回头、调整的动作，是上帝予咱的机会啊！当咱放弃原本咱家己选择咱的期待，当咱放弃想要掌握咱家己的生命的主权的时，回头活转代表咱愿意倚靠上帝啊！倚靠上帝是予咱当头生的机会。第二点要亲像细汉婴啊！伫犹太人的中间，细汉囝甲富人人的地位真低、真弱小。当因为算小偌侪人的时阵，出埃及还是哪偌侪人的时阵，因仔甲细汉富人人是无算伫内底，无受看重，咱讲微不足道的一群人。细汉因仔咱拢知影，需要完全倚靠父母，较有法度来生存落去。亲像细汉囡仔的意思，就是咱爱将家己降落来，咱毋通家己像要生乖乖啊。马太福音书23章12节安尼讲：自高的人会受降低啊，谦卑的人会受上帝来恁提悬去。如今耶稣爱问道单调世界的标准甲价值观。我转来成做亲像细汉婴仔，意思就是要变成细汉婴仔单纯谦卑，完全倚靠天父，安尼才有机会进入天国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是中秋节主日，约翰福音书12章12节到13节记载，过工。来过节的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，就手举铜手机出来迎接，话讲：何塞那，奉主的名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以色列的王啊，你应该受称赞。2000多年前，门徒穿外衫披伫驴仔囝的顶面，真侪人将外衫铺伫路里。搁带手机铺伫路里来欢迎耶稣，这是路顶荣耀的画面啊！犹太人也着因期待久久的弥赛亚要来耶路撒冷做王啊！但是今仔日咱知影，咱比2000多年前迄群人较知影，耶稣伫耶路撒冷毋是要做王，伊是为了世间人。为了在座的咱，要受钉伫十字架顶，流血惨死啊！要来担当咱的罪过，互咱世间人愿意信你的人有当头生的机会，这是极大救赎的恩典啊！伫这款的日子，咱需要问咱的家己，咱是毋是有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第4节到第5节？耶稣对门徒所讲的呢？兄弟姊妹，恁会咧看周报表面第4节到第5节。所以，既然家己谦卑，亲像这个细汉婴仔的人，伊伫天国就是上大的。既然伫我的名接纳这号细汉婴仔的一个，就是接纳我。谦卑，亲像这个细汉婴仔的。伫咱久长信仰的旅程的中间，咱敢有常常想念主耶稣为咱牺牲的疼？主耶稣将咱对黑暗深渊的所在救出来，咱拢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名换来。咱的命是真重的命。非常重，咱这条命是非常重的命，重的恩典的命。啊，是咱亲像2000多年前迄群人，虽然手举铜手机迎接耶稣，
但是咱内心搁伫拍算算数，家己的好处。当耶稣的结果也无互咱家己意的时阵，咱是毋是要搁从耶稣顶伫十字架顶呢？咱要做伙追思少年，咱建成教会过去侪信仰的前辈，甲咱的至亲。因为着基督的教会，一世人温群做工，将信仰好的典范一代过一代来传落去。如今，愿咱来承接这信仰大的工程，请问咱检采准备好？咱有备办谦卑亲像细汉婴仔的信仰吗？以前牧师甲姊妹牧师到今年受洗21年，讲长无长，讲短无短。你回想阮当初要受洗的时阵，阮教会辅导会替阮上基要真理的课，然后牧师即站咧帮彩印上基要真理的课同款。课程要结束的时阵，这个辅导问阮。恁信仰是要以真的，还是要以假？当时阮的心内有真多的犹豫。阮进前咧拜拜嘛是拜真的啊，敢有人咧拜假？如今信基督，竟然还阁有分真的甲假信。伫教会这20几年的信仰的旅程，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因为人的因素来离开教会。当我做牧师了后嘛，看到侪教会因为偏差的信仰，得到真侪兄弟姊妹来离开教会，对信仰失去信心。伫牧师本身20几年的信仰的旅程的中间，生活中一定加减，拢有真多高的山，有经过真低的山谷，甚至阮最后阮一家伙受呼召专职来服侍上帝的教会，做平信徒10年，传到这即摆有10年久，牧师有真大的感受。信仰毋是宗教，信仰是军队主耶稣这项代志。你若要用真的，还是要用假？你要玩真的，跟玩假的信仰，对咱的影响真正真大。你若用真的信仰，有代志，上帝会替咱担。咱毋免烦恼，但是你的信仰也是以假，有代志的时阵，你就爱家己担。安尼，你就常常有真多的烦恼。谦卑活转亲像细汉婴仔，当咱愿意的时阵，是咱信仰要以真的，咱要真正像细汉婴仔共款。完全放手，派咱家己的十字架，互信心来引带咱，我靠上帝过信心的生命。安尼，咱的生命才会真正经历咱的上帝，是迄个大有开咱的上帝啊！也是安尼，咱建成教会，才会成做真正荣耀基督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当阮谦卑活转亲像细汉婴仔的时，代表阮需要你，代表阮要倚靠你，代表阮毋望你陪伴阮行头前未来的路。主啊，阮要讲，阮的气力无够；主啊，阮要讲，阮目睭看袂明。愿主耶稣的怜悯
伊伫恩典临靠阮，互阮放胆放手，诚做主意爱的门徒，为主拼命世界来做见证，荣耀主你的教会。同心祈祷，靠主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回应诗信息第395首，救主耶稣疼细囝。395首，救主耶稣疼细囝，咱会众起立来吟。奉献，咱请服侍同工。请会众起立，咱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这段时间是清明的假期，咱伫这个时阵，咱逐年原来同款往咱的 PowerPoint 来笑人，咱对书咱的亲人甲至亲，请咱即马会当来看即个影片，也心内也孝念咱过往的亲人，甲咱的爸母，也是咱所疼的人。
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,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咱所看影片，拢是咱的至亲，甲咱的亲人，嘛是咱伫咱教会中有诶是上看诶长辈。咱伫咧心内孝念伊，
伫疫情的中间，其实我失去我的花阿哥甲我的小弟，我心内嘛真痛痛。但是知影讲因是移民到一个更美好的国度，是更好的家乡，所以心内就让得到安慰。我真爱讲一句话，就是讲眼睛看不见，不代表不存在，只要你记得，它永远不会消失。用安尼，咱来纪念咱的亲人。公岛，公岛的事项，咱来看周报的内页，咱共款。大岛的事项，教会异象，咱共款是咱的主题，神传正信徒，万民该做师。啊，感谢另外，咱要来感谢上帝的话会来提醒咱，照着牧师的话语，咱会当去守，用具体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听。咱共款，咱的集体长期调养的，咱委员咧提名，敬请我来省略，有金主、美英、王兰、甘基、德明、邱敏、丽水、义梅、杜娇、秀荣、林杰、毅力、一乐、小丽、焦明、苏军、会长、佩莲、凯华。咱有近期较需要大讨的，就是静茹、怡君、婷依、英泽、秀英、原田林子因的需要，伫咧细字中间，咱有记载，毋望咱大岛中摕因的名来祈祷。又为了咱台湾中南部水质的问题，咱即马缺蛋的问题，物价波动，土耳其赈灾、乌俄战争能源的问题，咱为遮来祈祷。咱即时三甲来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是阮的上帝，你时时顾念阮，你做阮的帮站，做阮的时时的力量。主，你的心，你教阮相给你，甲表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你帮助阮。主耶稣，你做阮的尊道。主耶稣，阮伫祈祷中纪念阮的亲人。哈利路亚，上帝，你做阮的真做阮的主，做阮的力量，你是时时做阮的力量。亲爱的主，伫这清明纪念阮亲人的时，感谢主，你予阮有上大的应允，就是信我的人虽亡死，犹原要活。这就是基督徒属天的愿望。阮也要来学习先人甲长辈因水脚领，一世人坚守信仰，君地主。感谢主，你为予阮逐礼拜对牧师所讨办的信息，阮要来领受、成长，诚做养分进入阮的心，日日来消化、来滋养、来成长。求主予阮学习，亲像囡仔的单纯谦卑的款式，自信伫耶稣，全然相信上帝你的引带，因为天国上大的就是即款人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伫上帝厝体享受主你的同在甲欢喜，也予阮兄弟姊妹会当三体祈祷，互相扶持。这是阮要为了咱教会所有阮拄仔提名伫病痛中、困境中、治疗中的兄弟来祈祷。求主你用出人意外平安，赏赐因坚固因的心，来赢过叛变也是环境的试炼。互因得到医好甲复原。主，阮知众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，求主运行伫阮即时众人有声甲无声的祈祷。阮即时嘛要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伫
死伫正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死，今仔互我，想变免我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错案，你伫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今仔日是清明假期的主日，吼，嘛是中秋节主日。咱兄弟姊妹组织伫遮。真欢喜！伫报告大新，咱有一个新的朋友，就是咱的指挥家伟加若琳的朋友，叫林德峰先生吼，有伫遮，咱请伊起立来，咱来欢迎。欢迎德峰哈，欢迎你来我们家参加礼拜。报告咱的服侍，咱来看周报的来压吼。咱后礼拜的事奉，咱拢有写伫遮，请咱事奉的同工弟来看，备办心来准备。教会的消息第一项，本主日是清明节的联合追思礼拜，咱拄仔拢有看到，咱毋茫每一个故人因流出来。水的脚掠甲见证，咱拢来跟地来行。第二，咱今仔日咱较特别是清明迎接，咱进前决议，咱主日爱餐就暂停，就无来供应。第三，初五的查经祈祷会嘛来暂停一摆。第四，4月初7暗时7点半，咱伫大场町教会。有举行中区的受难节联合圣餐礼拜，即摆是咱的2位牧师吼，一位知梅牧师负责主礼，二个牧师负责正道，咱圣歌队负责献诗，咱毋茫咱兄弟姊妹前往来参加。第5项，4月初8，咱要召开小会，下晡4点。第6项，下主日后礼拜就是国语节俄罗礼拜，嘛要举行第2摆圣礼典。若阁有要受洗，也是跟圣礼的兄弟牧师来报名。咱所有每一个人拢备办心，家己来敬畏心，来甲主来相甲同道。第7，下主日这宣道部来举办咱国语节的彩蛋的运动，咱。需要来登记报名，咱知影即马蛋是非常的珍贵吼，所以你若来参加，你就有一颗蛋，而且是我们纪念主的庆贺我们主的复活吼。那毋茫因为同工准备材料，所以咱毋茫伫1楼来登记。第8项，4月23号，咱这个拜报咱举办咱本年度上半年度的福音主日。咱要邀请郑明堂老师吼，用诗歌分享伊的生命见证。咱也知影咱圣歌队定咧咧吟的，就是郑明堂老师所做的歌吼。咱会当要来了解伊安怎用伊的生命来写这个歌。咱来把握机会，伫后礼拜邀请你的朋友来做伙来礼拜。共迄日的下晡，咱有礼拜部邀请。5间教会有圣歌队有观摩联谊，毋茫咱会友中间若对圣歌有兴趣的人，会来下晡嘛会当来做伙来欣赏。咱会友毋茫咱会当伫咧3楼来坐，因为咱1、2楼可能有5间教会圣歌队员伫咧咱的礼拜堂中间，欢迎第一这2项代志来参与。过来就是咱最后就咱新眼光读经的手册。已经伫1楼，毋茫咱来客，逐日来进入咱的读经的生活。团契消息：4月初7，上午上年团契，主理是牧师知梅牧师。4月16日9点45分，情色一个团契，买幸福的年轻夫妇的情色小团契，有秀瑶老师以共款来主题讲情绪管理。毋茫咱。会友也是咱遐年轻夫妇第一参加，奉献面世，请咱家己来看，然后订单甲咱过价来提醒。最后，咱要来上营信息第515首，
信诗51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请会众起立来吟。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求你传开你插起，亲爱最后的是，对主保卫大地世情，愿你所仰望命真理，以我心内的我归心，愿做你爱最后无有，因全人人灵魂地球，愿你是双救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互咱谦卑亲像细汉婴仔，服侍主的教诲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线。阿门。请坐。今日礼拜到这，咱灭岛闭会。